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公。咱伫料理救援队的第8集，绍介是古早味的凉水。咱遮有几啊种，一种是红茶、冬瓜茶、粉圆圆茶。热人的时啊，若安尼甲啉一杯，哇，实在是心凉鼻透开。阿公，你敢有想要啉？等一下啦，咱先来绍介我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凉的凉水，凉的凉水，就是讲冰冰凉凉的饮料，像这罐就是冰冰凉凉。阿公，安尼敢有足冰的？粉圆奶茶，粉圆奶茶。粉圆奶茶，粉圆奶茶，就是伫奶茶内底加粉圆。像我这杯是大粒的，阿公这杯是细粒的。不管是大粒的还是细粒的粉圆，拢足好啉的。茶米，茶米嘛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叫做茶心。那茶米呢，就是掺茶米、中药甲卵斗阵卤的。名声烫世界，名声烫世界，就是世界有名，名声真透的意思。台湾茶米有足侪品种，像阿里山的高山乌龙茶、日月潭的红茶，拢是名声烫世界。团团，团团就是团成生团的意思。像台语，就是爱有恁这款少年人来团团，才会久久长长。这摆校长请料理救援队啉凉的，因找到一担古早味的凉水蛋，了解到古早的好滋味，是值得用心团团。哇，今仔是什么日子啊？哪有凉的通啉？哈，阿公你讲啥？啊，这两个是阿嬷控的哦，安尼毋就是选用好的茶米，佮放互自然降温，气味上赞的古早味。哇，有阿嬷有够好的啦！啊，你佮讲啥？哦，阿嬷有甲你教。哇，后摆哦，就会当阿公来煮凉的安尼，有阿公实在是有够好啦！各位观众。今仔日讲的，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你替台台 Friends 面册专业起赞、分享、追踪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